绿野仙踪的故事角色之一袭人樵夫化身成8米高的溜滑梯，放置在台南北区的这座六甲公园，斥资1500多万改造成特色游戏场。区公所特别邀请小北里居民一同开箱体验。这是我年纪来我最大的愿望。依家AI拢3岁以下呢，现在呢已经都可以，年费比较高一点都可以，年纪比较高一点都可以使用到。里长特别装扮成真人版袭人樵夫，和现场小朋友做互动，还有爱心许愿墙，可以写下心中的愿望，象征让爱得惜。这也是台南市首创采用童话故事串联特色公园，其中还有一个稻草人是在我们的小康公园小康特色游戏场。那另外一个它的主人物主角呢是我们的狮子，就在我们的元昌的一个特色游戏场。那目前都已经完工，那也会在近期来一个开箱。北区公所向国土署争取到5000万经费，打造10座特色公园，目前已经启用3座，剩余的都已经完工或在施工当中。以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目标，邀请亲子家庭一起来北区的公园放电。记者宋海棠的报道。